唔知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讲吼，造成咱耳仔听力损害情形有真侪，就是互咱的耳孔变较重，亲像这个少年家定定甲这耳机挂条条，甚至是你的工课场所有真大的噪音，拢会造成你听力受损。根据着这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3个人就一个有听力受损的情形。专家也指出讲，这几年发现讲，这听力受损是造成失智症重要原因之一。专家也建议政府讲，就要把这听力检查列入去公费体检的项目之一，政府来保护咱视大人听力，避免失智症。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我没有听到，因为我的耳朵坏掉了。要70岁的单红女士，过去因为听力障碍，耳孔较重，甚至影响伊的社交。挂助听器以后，听力进步真济，甲朋友互动、社交拢恢复正常。耳孔重唔但影响社交，有医师表示，根据国际医学期刊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也可能是低数失智症的原因之一。这些年的更新，它都有发现说，听力损失都在里面都占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控因子，比我们以前讲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是三高等等的这些问题影响都还大。医师分析听力损失甲失智症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耳孔听无清楚，致使大脑爱用更加侪心力来了解资讯，故来大脑负担就愈来愈大，成做致使失智症的风险之一。WHO 统计，65岁以上时代每3个人就有1个人听力损失。专家建议政府要提供公费资源，让时代通定期接受听力检查，减少失智症的风险。目前呢，咱政府拢是针对新生儿，就是刚出生的婴儿吼，会做听力的筛检。来，阮希望讲会当，比如讲对老岁仔、老人吼，咱这大哥大姐们吼，会当看是定期来做一个听力的检查呢。专家提醒民众，不管几岁，拢应该对家己的听力要义。若发现家己看电视愈准愈大声，也是参别人对话的时，较好理解对方的意思，就要注意。专家提醒，若有这款情形，民众去病院的耳鼻喉科，拢通检查家己的听力。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